Hello，我係憤怒啊！介紹返先，我同悲傷、善妒都係恐懼嘅下線，而我哋嘅對家當然就係愛啦。我哋5個都係你哋人類自然嘅情緒嚟㗎。有啲人中意叫我做憤怒寶寶，其實我幾中意呢個名㗎，因為我嘅本質真係同 BB 一樣咁純粹。我只係嚟幫助人類喺遇到唔能夠接受嘅 moment，能夠同對方講 No, thank you。但係如果你哋因為各種嘅原因冇好好將我表達，我就會越積越多，越積越深，慢慢將純粹嘅憤怒逐漸變成令你不能自控嘅狂怒。既然唔去面對同承認我唯有將自己慢慢退後，慢慢下沉，去到你覺察唔到嘅無意識。但係我會一直等待，直至你願意同我見面。曾經有一個個案係一位65歲嘅女士，當佢療癒佢嘅憤怒嘅時候，佢喚醒返細個喺農村嘅一段記憶。當時佢只有5歲，同哥哥都非常之肚餓，但係媽媽淨係將饅頭分咗俾哥哥食。當時佢太細個，唔能夠去理解同埋去表達佢嘅感受，但係對媽媽不公平同埋不被愛嘅憤怒就已經產生咗。直至60年之後，先至能夠有機會透過療癒，再次去體驗同埋釋放。其實有好多嘅朋友都冇覺察到佢自己內心有好多嘅憤怒，甚至乎怨恨。但係哪怕係一件小事，憤怒嘅情緒都會被創造。如果我哋冇去將佢體驗同埋療癒，佢就會一直儲存喺我哋嘅身體裏邊。憤怒寶寶啊，想問下你啊，過去你有冇透過一啲唔同嘅方式去話俾我哋知，其實你係存在嘅呢？梗係有啦，我一直透過2種方式，等你可以覺察到我。第一就係透過身體啦，我最中意喺心嘅位置，例如心臟、肺、胸口、膊頭呢啲位出現。所以無論你用乜嘢方法，都只係會暫時舒緩，病痛遲早又會再次出現。因為我根本都冇消失過。另一個要俾你知道我存在嘅方法，就係吸引翻同我一樣嘅能量喺你嘅生命出現啦。所以你咪會成日遇到好多勁嬲嘅人，同埋令你燥底嘅事咯。你一路以為係佢哋令你憤怒啊？哈哈，錯啦！外在嘅世界只係果，你內在嘅狀態先至係因啊！但係其實只要當你願意全然去感受我、體驗我就會從累積沉重嘅狀態，透過被喚醒，然後回到純粹中性嘅本質，再慢慢轉化為愛。從此我就唔再需要透過你嘅身體或者外在去吸引你嘅注意啦。就算以往令你憤怒嘅人同事再次出現，你面對佢哋嘅時候，內心就自然會有更多嘅理解、接納同埋平靜啦。最後我係唔會完全消失噶，因為你仍然需要我去表達，我唔需要啦。但係你嘅生命就會由被過剩嘅憤怒所控制，變成由愛同寬恕所帶領。聽完我嘅獨白，你會繼續忽視同埋逃避，定係願意開始覺察我嘅存在，將我轉化為愛？